来看身体保山种草柑仔的面积有45公顷，要到30-40万公斤的产量，30-40万斤的产量。但年10月到11月，就是这草柑仔的采收期，前一马当着风台造成损失，总产量减少3成外，农民是真无奈。像这个就是被海风吹掉下来，这就是刚掉下来的。原底应该是生满柑仔果子的树啊，即马却因为三多里风台影响，树啊下骹拢是予风台拍落来柑仔，农民实在要靠无目屎。往年的话，大概差不多有30-40万嘛。那像今年我们看，就这个台风过去之后，应该是少掉至少有1/3的这个产量。像这样子一个状况哈。那像这样子的橄榄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。新竹县宝山乡有全台湾唯一的柑仔产销班，10月到11月是柑仔采收的季节。当年有30至40万斤的产量，今年受到风台影响，产量比过去减少3成半。产销班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供补助，减少农民损失。农损的部分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，其实对农友来说，怎么样再能够继续投入橄榄这个产业，那我觉得对农友来说，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疑虑。赶快跟我们的公所来做速报的动作哈，那达到一定面积的损害之后，我们会依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跟相关的作业要点哈，来启动灾害损失的勘查作业，尽量协助农民来办理复耕。农民指出，柑仔的树基真长又搁脆脆，只要无细腻就断去，逐摆拄着风台，就会造成真大的影响，互看天食饭的这群人真无奈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